踏入大齋期嘅第26日，讓我哋嘅心靈安靜喺天父嘅面前，一同去呼喚天父。天父，我哋好想去到聆聽你嘅聲音，好想嚟到你嘅面前，求你幫助我哋去學習你嘅話語，去認識你。今日我都好想邀請每一個去為到我哋靈修運動參與嘅每一個弟兄姊妹禱告，求神去幫助引領我哋每一個每一日都能夠去消化同埋接收神對住我哋心靈所講嘅說話，為我哋禱告啊！請聽我讀出今日靈修嘅經文，記載喺約翰福音12章12至到33節。第二天，有一大群上來過節的人聽見耶穌要來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樹枝出去迎接他，喊着：和散那，以色列的王，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耶穌找到了一匹驢駒，就騎上，如經上所記：錫安的兒女啊，不要懼怕，看啊，你的王來了，他騎在驢駒上。門徒當初不明白這些事，等到耶穌得了榮耀後，才想起這些話是指他寫的，並且人們果然對他做了這些事。當耶穌呼喚拉撒路，使他從死人中復活出墳墓的時候，同耶穌在那裏的眾人就作見證。眾人因聽見耶穌行了這神蹟，就去迎接他。法利賽人彼此說：你們看，你們一事無成，世人都隨着他去了。那時上來過節禮拜的人中有幾個希臘人，他們來見加利利的伯賽大人腓力，請求他說：先生，我們想見耶穌。腓力去告訴安德烈，然後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訴耶穌。耶穌回答他們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愛惜自己性命的，就喪失性命；那恨惡自己在這世上的性命的，要保存性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裏，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裏。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現在心裏憂愁，我說什麼才好呢？
說父啊，救我脫離這時候嗎？但我正是為這時候來的。父啊，願你榮耀你的名。於是有聲音從天上來說，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站在旁邊的眾人聽見，就說打雷了。另有的說，有天使對他說話。耶穌回答說，這聲音不是為我，而是為你們來的。現在正是這世界受審判的時候，現在這世界的統治者要被趕出去。我從地上被舉起來的時候，我要吸引萬人來歸我。耶穌這話是指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讓我哋細心慢慢睇清楚呢一段嘅經文。經文呢係緊貼上文，上文提及到耶穌喺逾越節前6日嚟到伯大尼赴會。喺宴會當中，瑪利亞攞咗真哪噠香膏嚟到抹耶穌嘅腳。當其時亦有一大群嘅猶太人知道耶穌喺嗰度，就走嚟揾耶穌。佢哋好想睇下耶穌使佢從死人中復活嘅拉撒路，因為拉撒路嘅緣故，有好多嘅猶太人信咗耶穌，引致當其時嘅眾祭司長商議要連拉撒路都殺。今日嘅經文就係接住呢一個地方嘅第2日啦。有一大群嘅人上耶路撒冷過節，攞住棕樹枝出去迎接佢哋嘅王耶穌，大聲高呼和撒那，以色列嘅王，奉主名來，係應當稱頌嘅。有冇想象過喺羅馬嘅政權底下嘅管治，一班嘅以色列嘅群眾高呼以色列嘅王，可以想象當其時嘅耶穌正係進入一個政治非常敏感嘅時候，佢行入去耶路撒冷嘅過程，呢個夾道嘅歡迎帶嚟咗佢生命嘅一個非常大嘅危機。耶穌好奇怪咁揾咗一匹驢駒，即係一匹驢仔，細細隻嘅，騎上去嚟到進城，好似經上所寫嘅咁樣，錫安嘅兒女啊，不要懼怕，看啊，你嘅王來了，佢騎喺驢駒上邊。門徒原本係唔明白嘅，如果佢係我哋等候嘅彌賽亞，復國嘅君王，點解咁奇怪騎上一匹小驢嘅上邊嘅呢？當耶穌完成咗十字架嘅救贖之後，佢哋先至明白係應驗經上邊嘅說話。而當其時曾經睇過耶穌呼喚拉撒路復活嘅嗰班猶太人，當眾作見證，見證耶穌所行嘅神蹟，就更多嘅猶太人走出去迎接耶穌。法利賽人見到，彼此就話：你睇，你哋一事無成啊！即係你哋所做嘅一切都係白費，世人都跟隨咗耶穌啦。經文描述喺呢一個時間，
有幾個希臘人上去過節，就去揾腓力，話俾腓力聽，想見耶穌噃。腓力揾安德烈，就一齊去到將呢件事話俾耶穌知。耶穌就回答佢哋：人子得榮耀嘅時候到啦。點解呢一度耶穌嘅回答係佢係時候上十字架呢？我相信係因為耶穌睇見救恩已經去到外邦嘅當中，神差佢喺地上面嘅工作應該時候已經滿足，所以耶穌就話：我實實在在咁話俾你哋聽，一粒麥子如果唔死喺地裏，仍舊係一粒；若果死，就結出許多嘅子粒。耶穌完成十字架嘅呢一個工作，係帶嚟更多嘅生命，係結更多嘅果子。耶穌話：愛惜生命就失喪生命，恨惡自己嘅生命呢，就保存性命到永生。耶穌話：若有人服侍我，就當跟從我。我喺邊，服侍我嘅人亦都喺邊。服侍我嘅，我父必尊重佢。呢個時候，耶穌心裏憂愁。耶穌話：點講好呢？我應該求我嘅父使我脫離呢個時候咩？但係我正正係因為要迎向呢一個時候先至嚟嘅，所以耶穌就向父講：父啊，願你榮耀你嘅名。天上面突然間有聲音話：我已經榮耀我嘅名，還要再榮耀啊！站喺旁邊嘅人聽到話：打雷啊！有啲人又話有天使同佢講嘢啊！耶穌就回答：呢個聲音唔係為咗我，係為咗你哋。而家正正係呢個世界受審判嘅時候，呢個世界嘅統治者將要被趕出去。世界受審判，世界嘅統治者所指嘅係撒旦，撒旦嘅工作將要受到審判，撒旦亦都會被踢出呢個世界當中，因為係耶穌作王喺全地嘅當中。耶穌話：我從地上被高舉起嚟，就要吸引萬人嚟到歸我。耶穌嘅說話係指住自己上十字架點樣死嚟到講嘅。今日呢一段嘅經文喺我哋嘅內心又有啲乜嘢嘅回響？群眾所等待嘅以色列王，佢哋嘅吶喊，佢哋嘅期望，係一個點樣嘅彌賽亞呢？門徒當其時根本不明白耶穌所做嘅。想象一下，門徒又係點樣面對呢一個基督，佢哋跟隨嘅呢一個老師嘅呢？宗教嘅領袖法利賽人所見到嘅，佢哋嘅想法，佢哋係諗緊乜嘢嘅呢？為乜嘢感覺到一事無成呢？今日嘅你同我都係相信耶穌嘅，
去接受耶穌成為救主，我哋嘅心裏面對呢一位王，呢一位彌賽亞又帶住乜嘢嘅期盼呢？呢一段經文，你又見到一個點樣嘅耶穌啊？讓我哋一同嘅禱告。主耶穌啊，你就係應驗眾先知嘅說話嘅嗰一位。你就係嗰個遵行父嘅旨意，以榮耀神為你終身嘅目的嘅嗰位主。主耶穌，感謝你迎向耶路撒冷，面對死亡嘅威脅，你心裏堅定係要榮耀神。主啊，你教我哋去學你，係啊，服侍你就要效法你。主啊，讓我哋嘅生命都以榮耀神為我哋嘅目的，叫我哋心裏面嘅喜樂滿足。求天父你悅納我哋一齊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